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到澎湖去参拜歌蔡宗祠祭阳堂，甲问讲，既然歌甲蔡是一家亲，那你未来是毋是会甲歌文体来合作呢？蔡总统讲，到现报为止，也无这个想法。 总统蔡英文到澎湖来了解中正照顾措施，甲老人福利的推动，关心人民，嘛提醒香港政府。 政府存在目的是要守护人民所期待自由甲民主。不过，国民党副主席带团到中国参加海峡论坛，表示坚持九二共识，嘛对中华民国的政府有所批评。多所批评跟攻击哦，我是觉得真的不太恰当了哈。那作为一个台湾人，就觉得情何以堪。 蔡总统一透早嘛来参拜歌蔡宗祠，原来姓歌甲姓蔡有当中的血缘关系。 未来有没有可能跟柯文哲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？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个想法呀。我觉得柯市长作为一个民选的市长哦，对于民主政治这件事情哦，我希望他能够更严肃的来面对。 关于2020总统大选进程画出1+1大于2，大家嘛关心另外一个什么时阵出现的？那其实是1+1+1+1+很多个了哈。赖前院长在初选后哦，所表现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哦，那我们是非常的敬佩。会提出什么款的2020胜选最佳方案，也是要靠民进党的团结。